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。今個星期咧都有個本周推介咧，介紹俾錶迷，就係我而家手揸住嘅 Steinhart 伊波路同埋精工錶。首先就係介紹呢隻伊波路，呢隻最大賣點咧一定係佢做緊5折嘅價錢，公價8380蚊，但係而家咧只需要半價4190蚊咧就可以入手到呢隻瑞士伊波路啦。直徑係42mm， 用緊瑞士 SW200嘅自動機械機芯，黑色嘅陶瓷計時外圈，配襯翻呢個漸變綠色嘅錶面，採用藍寶石水晶錶鏡，有200米嘅防水，係做咗一個旋入式嘅螺絲鎖把的。伊波路咧仲有原廠保用5年，所以4000零蚊可以入手到隻瑞士品牌伊波路，仲要係瑞士製造咧，非常之抵玩。之後就係呢隻性價比高嘅 Steinhart Mono Pusher， 係用緊瑞士 SW510 Top 手上鏈嘅單掣計時上鏈錶，最大特色就係用一個掣咧就可以開始計時，再撳多下就係停止計時，再撳多一下咧就可以回原翻去0，一個掣就可以完成到整個計時功能，操作非常之簡單。另外呢隻錶咧仲用緊懷舊嘅藥膏面，非常之復古，配搭翻一個鑽石型嘅錶冠，直徑係42mm， 採用緊藍寶石嘅水晶錶面，而錶底咧都係採用緊透視嘅錶底，可以睇到機芯嘅運行情況。Steinhart 呢隻單掣計時手上鏈錶咧都係做緊個優惠價，歡迎查詢。最後介紹呢隻咧就係精工嘅歌舞伎限量版，全球限量只有2000隻。設計靈感咧係嚟自日本嘅歌舞伎劇院，錶面咧係採用咗日本嘅傳統色彩，係一種啡紅嘅色調，係歌舞伎大師傳統服飾嘅顏色，再加埋日本傳統麻葉嘅圖案，成隻錶都好有特色。手錶直徑係39.3mm， 用緊日本嘅6R35精工自動機芯，有70小時儲存嘅動力，防水100米。採用緊藍寶石嘅水晶錶面，錶帶係採用緊真皮嘅牛皮帶，戴上手咧都好軟熟舒適。而今次咧係做咗個黑鋼嘅錶殼，再加上透視嘅底蓋。呢款錶嘅官網定價係7980蚊，咁我哋都有個超級嘅優惠價俾錶迷。咁呢3款咁有特色嘅手錶咧已經到咗門市，有興趣嘅錶迷咧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